有頭髮甩到荒，想揀頂新髮帽睇下幫唔幫到手。由幾百蚊到萬幾蚊都有，究竟應該點樣揀？30秒話你知，究竟係黑科技定係安慰劑？直接話你知有用，但係只係對一種人有用。用錯咗就等於用支水槍去救火一樣，幫唔到之餘仲拖延咗你嘅時間。佢嘅原理其實好科學，用650nm 嘅紅光穿透球皮，刺激毛囊細胞發電廠，等萎縮緊嘅毛囊重新通電，延緩衰老，促進血液循環。美國 FDA 同中國藥監局都驗證佢係醫療器械。但係如果你係以下呢3類嘅人嘅話，買返嚟就只可以當裝飾㗎啦。毛囊已經完全壞死嘅激光係唔會令毛囊翻晒㗎。呢啲冇耐性嘅人，因為家用嘅必須要每日都用，要堅持3個月先至會見到有效果。最重要嘅係買錯山寨貨嘅人，市面上好多幾百蚊嘅所謂能量帽，好多都可能只係 LED 燈，根本冇醫療認證，波長能量完全達標。要去到過萬蚊嘅醫療級設備，佢哋嘅能量密度高，先至對中期嘅脫髮會有幫助。第一，必須要做頭皮檢查，確認咗有幾多毛囊存活。第二，必須要配合藥物或者外被體嘅治療。第三，就係要揀啱頂能量密度高嘅帽。記住啦，新髮帽唔係魔術，而係毛囊嘅健身器，必須要有耐性同埋配合適當嘅治療。關注我同埋分享俾你覺得有需要嘅人。下集我哋講下原來頭皮都有鬼節病。